好，来继续插落去，我袂记顶个读到倒个。总理偏正行挂花镜，当咧看册，听见联邦党这3字，伊才豆豆甲目镜拔起来，囥去边仔。伊的头毛、喙鬚甲目眉拢惨白。少年时伫潮州做刑事警察，互伊的面目拍甲乌绿绿。即马犹无人敢甲伊讲讲伊面顶的老人斑，若生若做啊！西南边关，安尼就是非政区的阿毒啊，含下港迄阵匪类咧偷来暗去的意思。偏正行对从到担毋捌变会，干那伊的大声喉。啊，迄3个人你有哭起来吼？有，毋过还有一件代志爱烦恼。我掠着迄间发电所的所长咧，甲迄3个盗犯斗战手。办批咱总机关内底，阁有人去交结联邦党。办批啦，顶回读到即个办批啦吼。办批煞无看，台语大字典无收，册台语。台语大字典明明就有啊。办批，是办批啦吼，收办批，有期有伤吼。办批，办批伊会来。无办批，伊会死哦。没料到哦，无办批哦。日文版收伫对哪无看？敢若这办批。好，继续。讲有，毋过也有一件代志爱烦恼。我掠着迄间发电所所长咧，甲迄3个盗犯斗战手。办批咱总机关内底，阁有人去交结联邦党。阁有背骨的，咱太无清气。你毋着赶紧互迄个所长开喙。阮同事甲迄位所长压转去总队问话，伊也袂讲联邦党迄边是啥物人咧含伊计价，拍算迄老查某挡无几点钟啦。是讲领事甲地后捧起来，吸一喙才刷落去讲，咱到呾
一字不晓读，撞着的人，拢是即款一叶两叶的影仔，下底迄拳头甜假假，咱还三无。总理大人，咱毋知总机关内底有偌济联邦党人，我感觉这评迄个所长本身搁较要紧。这字可能读做脏的款，我这种字。重，合合自集归属，拢总，做结条总。但是假讲咱到呾总着的，拢是即款一叶两叶的影仔。即个台语汉字时我读个足疼吼。好，袂晓读，个意思个毋知吼。好，来即个。总理讲，10几年前旧政府嘛是安尼，互因套入去。话若讲，总理手若去撕家己的鼻仔，联邦党的歹心独行，我是知。照你看，即件代志，咱安怎发落？咱有一阵会当调查逐个机关的特别大队，伊也选总理的办公桌，领事做停讲话。即阵特别大队会使互我指挥，专门敲查甲走袂透入来的联邦党。阮对接总理府甲行政署汇报。阮对接总理府甲行政署汇报。领事啊，32号，互你做到副大队长即件代志，总机关偌济同志蹛咱骹接后，你讲话你敢知？即句话片正行超工讲甲较细声吼，拍算迄几个徛伫门口的侍卫也听无。迄个人也知影真侪人伫伊目后咧讲是非哦。听见总理安尼咧警告，领事颠倒要对伊点亲切。总理大人啊，我较安怎就是伫总机关食头路领薪水的警察尔。上要紧的代志是咱要安怎压制联邦党，安怎甲因镀金哦。现主时干那即步会当保全总机关，保全国家复兴的机会。这我爱和别个顾问着参详一下哦。总理目头角角，点一下头，表示家己知影领事的意思啊。要搁开喙的时，一位侍卫住门口，钱我来吼，搁伫总理的身边咧细声闹。总理的一个手，办公室的两片门帮搁拍开。王善要来
王宪要来塔，王宪要来塔，毋先讲一声。坐来。总理前头大两个爱视话，甲椅仔搬来灵司的正边。一个60桶岁阿伯看行入来，迄粒头剃光哪好想？伊喙下斗一撮白喙手，穿一丝米色滚肩的个猪肝色的长衫，手掼一罐即个乌色珠仔，听讲是用石青去做的。石青是石头，深是深浅的深啊，石青là啥物件？这位阿伯也是总理府的顾问王梅林。杨灵司知影这2天总理要去保安总队开会时，拢会带伊。王梅林啦吼。我摕一下水。头先王梅林敢若是替总理咧算命的、算命的吼，毋知总理是安怎互伊做到国情顾问吼，佮去换几若个保安总队的武装开发计划。杨灵司捌叫下骹手人去调查王梅林嘛吼，梅林吼，像哪迄个林吼，王梅林是读旧政权的军校毕业，毋知安怎点陆军啊，毋知安怎点陆军做到上尉就退伍啊。杨灵司手头报告讲，伊退伍了后，家己去学替人看风水地理。伫10文园迄日有一间店面，照旧政权的税务资料，伊迄事业趁无啥钱吼，趁无啥物钱。主要是领退休金咧度日。隔开前上尾一笔资料讲，有一天因厝里人找无伊，去报失踪。落尾互警察发现伊躲伫天武区的一位树林内，毋知人去吼。伊互人送去国防病院，就安尼伫病房倒20冬。隔开5年才精神。总理大人副大队长甲恁交扰，王梅林对总理甲杨灵司行礼了后，才坐落来。我下晡伫暗室静坐时，看见一寡影子，爱来总理大人报告。王梅林先生求见，总理有要紧的代志，含我长咧会。先生，你拍算爱稍等一下。杨灵司身躯稍挖王梅林迄边，想要看迄个人是安怎过来甲伊垫骹半手。原底杨灵司暗算讲，今年会当升做保安总队第5大队的大队长，无手煞，互人调去做副的。听讲是王梅林互总理的认知意见。
迄正正就是我踮暗室看见的一项物件。副大队长要讲特别大队的代志对无？对无？副大队长要讲特别大队的代志对无？王梅林甲侍卫长甲侍卫听，互伊的烧茶捧起来，哈一喙，含半分钟才吞落去。德山的红茶，真久毋捌食着。今仔日入来总理府进前，领事毋捌甲特别大队的想法别人提起。王梅林敢是伫办公室外口听见伊的声？自早领事就咧交疑讲王梅林有家己的地下情报组织，毋则伊会当甲联邦非建区甲总机关内部的机密拢报互总理，是讲头拄仔的代志，安尼无讲敢有通？我今日若毋知你读啥。好，下底是总理的话吼，讲王先生若有啥物关系特别大队的指示，讲来阮听看觅吼。总理叫王梅林吼，紧开喙，莫阁言吼。副大队长伫用相传。照我下晡听见，特别大队的确是咱上好一条路，看袂当即个人有啥物不迹象，有啥物暗行啦吼。王梅林安尼讲，颠倒互领事听得搁较碍虐。看总理注心咧听，王领事也找无空间搁插话。是讲咱机关一寡同志，敢若看到副大队长年少得意，看无伊的才情，特别大队要甲因压落，无遐简单吼。我感觉总理大人会使叫一位家己的信用的代表，对伫副大队长身边。但不时来总理府报告，也通好别个同志，表明总理真注重特别大队的调查，所以应该是即个特别大队的啦吼。哇！我读遮久钟才20分尔。休一个。哎呀！OK。
好，这是读到倒位啊？是讲咱总机关一寡同志敢若看到副大队长连小第一，看无伊的财情，特别大队要甲因压落，无遐简单我感觉总理大人会使搁拣一位家己的信用的代表倒伫副大队长身边，但不时来向总理府汇报。也通好向别个同志表明总理真注重特别大队的调查。杨宁书才知影讲，王美林是要甲特别大队的计划为家己的手中规碗捧去，决定袂当互总理听王美林迄支喙。总理大人，我好啦。总理正手伫桌顶放两个规间办公室，即时点落来。那安尼，我想要请王显礼以总理府特别顾问身份去监督即阵特别大队。你看安尼敢会使？就叫总理大人查遣王美林面笑笑，目母看正。目母介成阁掠灵书这边迷一下，用灵书的手，就是写咪一下，第一条咪一下后壁读本条，后壁读紧写。用灵书的手咧拽，骹咧，这是要读啊。战斗的战它做尖、剪、洗，细准的洗就是手咧叮当的意思，手洗。骹手咧拽，它做剪还是尖？读较对讲用灵书的手咧剪，咧剪甲剪拢会使共意思的骹手咧拽，战斗的战用灵书的手咧剪，骹咧拽，凊汗拼出来，毋是惊兄，伊知影是家己腹内一拍好，互点倒，要甲坐落去。爱用规身躯的气力，要甲跌落去还是啥？这里是跌啦要甲跌落去。多谢总理大人甲王美林先生，杨灵书徛起身向总理甲王美林告示，伊知影家己还无才调和王美林对写，伫遮搁聊时间嘛无意思。志气灵书这条路袂通，咱武行咱着行别条这条路袂通，咱着行别条。要做大位，即马先临一时啊！伊伫心内安尼甲家己讲。我爱来。转去保安总队，明仔载我甲特别大队计划书写好，才交互秘书处。杨灵书对长官行礼，活咧对总理办公室行出去。副大队长，你慢请示，
总理，我下晡看见，我下晡看见影只，也想要互费大队长看。王美林出声爱王令书留落来。总理叫办公室的侍卫冲出去外口，大办公室的门扇互因关起来。令书行转去坐伫总理面前，迎着王美林为母的所在，就抢母的无溜的所在，甲一骹乌色裤仔扯出来，搁撩一个撩啊！对，这是要读，搁撩一个吼。了六，目睭了就知，目睭啦意思。毋知要读倒一个，了。令书行转去坐伫总理面前，迎着王美林为母的所在，甲一骹乌色裤仔扯出来，搁撩一个，迄骹裤仔的材质，甲王美林手汗迄串珠仔相像吼，比骹裤仔的材质，甲王美林手汗迄串珠仔像，光少尾头也无法度反对。这什么意思？我两次那个错。我咧找这个。鸟叫，暗暝在报的光的虫叫做鸟，就好金菇啦吼。 光明叫做鸟叫，
光照袂透，照袂透啦，也无法度反射吼，袂输是互石吧吞入去内底。就是讲，迄乌梅林伊尾所在有一骹乌色箍仔。好，来继续看啦吼。国家复兴的机会得要到啊！这是明年4月20的情景。乌梅林甲迄骹乌色箍仔落伫手呢。杨灵师听见伊伫边仔嗷嗷念，毋过声音甲喙形煞无对同，亲像两出电影的声甲画面对换过来。灵师知影乌梅林是对家己甲坐伫面前的总理咧讲话，总是伊听无乌梅林咧讲啥物。总理办公室的窗仔门吊顶，毋知安怎直显袂煞，奇怪吼。即马乌梅林的声改成是为头后裤的所在传过来。哦，我今仔日读到遮艰苦。好啦，我今仔日互我提早休困吼。这也甲读了吼。厝头神会使叫出人无鬼话片，这是咧讲啥？我咧看无。厝头神会使叫出人无鬼话片。啊，这后壁这堆汉字，毋知佮你写啥，真正看无。来，我甲汉字打出来，看恁看有无？这是你写啥？生态案啊？看，这是你写啥？灵师听见搁一个人咧讲话，迄个人比乌梅林较幼声，含总理也无共。有较足一个看贵平，剑庆也通讲想无得爱一个嘛是想无中间。当时伊家己也倒乌梅林咧照念，一字一字用灵书渐渐听有，迄是啥物意思？要解说，还是伫头壳内底思考遐个概念煞无法。我搁甲头前即句，我搁再互恁看。有较足一个寒贵平，见请也听通讲，这是你写啥？我毋知是字拍毋对，还是安怎排版排无好，还是安怎看无？我着咧爱困啊，搁甲我靠。好 ，OK 啦，今仔日读到遮就好啦，要来休困。9:37读到遮吼。要解说也是伫头壳内底思考遐概念煞无法。好，来开饭啦吼。
嘿啦嘿啦嘿啦，个写到我拢看无，好，好，规房吼，好，谢谢阿凯多谢。